再来关心台中的水情，台中的德基水库目前伊的欠水率只剩2.7%，水位离上低这个放水口只剩15公尺。市长罗秀燕早起视察这个古井，并且请水利署说明未来这个控管的规划。嘛，就是讲中央虽然讲以这个污水啦、生水甲送水来运用，因为台中水管无甲南部、北部连通，根本无法度送水，行动是孤岛。 行去拄乌海井边啊，台中市长罗秀燕和水利署官员问地下水未来净化方式。已经在后面有20口已经完成了，然后在我们2个会集成我们2个加压系统出去。除了了解井水运用，今麦台中德基水库减水率降存2.7%，但是阁无落雨，水库可能会无法度自然出水。罗秀燕要求水利署说明中央未来对抗课外规划。那将来我们可以增加的产水是52万吨。 光是台中的部分就有43万吨。水利署讲，水井工程完工了后，台中每日工都一半用水量，另外可以透过省水、送水来对抗可化。不过罗秀燕对送水这个规划真有意见。 可是苗栗地区的水，它就没有办法过来台中，南部的水也没有办法调到中部，调到台中来，所以台中在供水方面形同一个孤岛，有一点被孤立的感觉。那都要3到5年后，那台中的这个水呢，才能够获得南北部的挹注。 罗秀燕强调，经济部长王美花当时规划强5听日会继续等到5月底，即马5月过一半，未来敢会继续限水，经济部嘛无做说明。不管安怎规划，希望中央紧甲讲，互地方政府会当提早做准备。